那种科技，我若无科技来讲，到电脑不要直播到电脑上，但是其实这个科技相对来讲来，相对来讲，有点难。咱哋是讲哦，不用是简单做的，哦，咱地方无对对咱无好，所以咱家己是毛病起来，讲我这个已经无做，哦无做。所以咧，咱方所在啊，你有思想，哦，咱记得咱方哦，所以咧讲修来的，哦，我在讲什么？这个是主末将做苗栗大空的，哦，你讲咱来这是主末的，我讲了，在这当中，所以为到有找啊，那都是有依靠，所以有知道是未来啊，主末的拢唔知，所以有知道照顾咱哪些情况，这刚才讲的讲，你有知道是不咱打空间，讲唔知。啊，主要是说领导，啊，把咱自己来介绍。这种所谓讲咱人哦，但是其中有都介绍。我其实咱人是冇病冇病啦，哦，因为咱老师讲讲咱人先爆病，哦，叫病症嘛，然后看未来有买这个话，这种是咱人的这边，啊，有咩啊？咱个是好啊，你关键给咱家己给咱人。所以咱来了解一下，咱来关关